路现在有在试办，它有很多那个左转道，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转过去。然后其实也就是跟汽车在那边排队而已，而且浮潜，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是那个浮潜路，因为它是2线道，所以它直接这样切过来就好，我们不需还要再跑去旁边，然后之后再带转。我非常喜欢这个政策。有的时候都会想弯就弯呐，现在它有不强制的话，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到那个左转的地方嘛，它就会在那边带转，直接弯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安全的原因是。人迄当阵咧徛会惊向警察咧，是会伫遐注意看到有警察无，直接甲过过。现在他不强制的话，他就会很顺的这样弯过去。如果想带转，他还是会去带转。因为府前路的这个示范的成效良好哈，因为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的这个高增加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永康还有其他各区市区的其他各区都特别挑了一个路段来做示范。那么目的是希望能够广泛的收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汽车跟机车用路人对于这个改变的这个行车行为跟行车管制的这一些适应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观察，那后续陆续来针对还有管制的部分再来陆续的开放。台南市过去因为这个很多道路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很多单向只有2个车道的道路内侧都还有进行机车，那这个就表示机车只有外线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当机车遇到路边停车或者是有公车停靠的时候，不然就要只能停下来，否则如果它要变换车道穿越，它就会变成就要骑进内侧的进行机车车道，导致它会违规，就会常常被取缔。在这个提供机车足够的行车空间的这个考量底下，我们陆续来盘点这个台南市原6区跟周边的永康这些区域单向2车道的道路内侧还有进行机车的这些路段。那我们也优先在去年的10月底优先以府前路来做示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也就是说，不强制2段式左转。我们先前在中正路和府前路这个示范的情形成果是相当好的唯一发生了2次机车左转这个事故，是因为轨切，就是说它到路口才要直接左转，那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交通行为。那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实施的成效示范的成效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选择在永康区也是交通很繁忙的大湾路，来全长4公里，大湾路加上富强路1段来实施不强制2段式机车左转的一个示范。但是这个示范很重要，需要很多配套，包括标线这个标语的这个涂销，还有包括这个标志的路的这个改善，还有包括驾驶行为的改变。那特别强调这是不强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及早汇入左转的车道的话，或内侧车道的话，你是可以直接跟随汽车这样左转。如果你不能及早汇进去的话，你还是选择2段式左转，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这是给我们机车用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硕怀，欢迎收看2月2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安平渔港码头村主最近拢收到渔业署的公文，表示要提悬游艇的停靠费用，一起就是起3倍。2位单停费才着顶前，伫今仔日邀请相关单位召开座谈会。政府积极推广海上的活动。不过，最近台南的游船业者却拢收到一张公文，主管的渔业署要提高游艇停靠第1类渔港的收费，
而且一起就是加了3杯，互真侪船主拢挡袂牢。光山古节，这是村政府单位的码头起这个价，非常会无合理。铁个4杯就比迄个BOT 出去的迄个搁较欠薄啊！你政府就规去做迄个专门咧抢钱的就好啊。使用者付费我接受，可是渔业署提供我们什么设施嘛？以导航弄要安去政府提倡向海致敬，我觉得禁是禁止的禁。逼我们这些船主都大家把船卖一卖，不要玩了啊！我公司有7艘船，5艘涨价，1艘大概现在是4200左右，涨价之后变成12000左右。当然这个东西还没有确定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积极争取，看能不能把这个调整的幅度可以尽量拉小一点。如果相对的不行的话，大家就把船卖一卖啊，就不要玩了啊。对此，立委陈廷辉上午也是中央的渔业署、甲地方渔港所以及船主来座谈，希望商讨出合理的改善办法。今天是针对所有的一个游艇小船他们停泊的一个管理费突然之间就是公布说要以所谓全部过去他们可能都这个没有分，就是这个1个月这个有3000块这样加起来，他们以长度3000万，然后现在公告是12000，那从现在马上就要。这个公告之后，所有的渔船或是小舶游艇的这些民众小船游艇的民众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些冲击对他们讲压力整个增加了4倍没有人可以接受。所以今天这些游艇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船的民众就跟我澄清，那我们就约来一起来讨论。约我们的渔业署，还有我们的渔业局，看怎么去处理。其实它主要的一个改变呢，主要是针对在我们的渔港里面停泊的渔船，如果它没有有效的渔业执照的话，这个部分呢，我们将要开始收费。其实这一次的主要的变革是在这里，必须要先跟各位谈谈，讲的比较就是说，大家要比较了解的是，应该是所有的船停在里面，只要是没有渔业执照的话，我们都可以收费。这是第一个。因为渔业署伫今年1月份公告修正农业部主管渔港基本设施使用管理费的收费项目加费率，伫全台总共有9位第1类的渔港，现场经过厘清收费的规定加范围。目前停靠伫安平渔港 CFG 区，总共58只的船只，拢是属于停靠伫非属农业部管理的营运的码头。按照船只的长度，每公尺每工收费10块来计算，收费未有任何的改变。另外，现场嘛有船主提到载客的小船停靠的收费问题，修正后的费率嘛一律以长度来计算，而唔是原先以栋数来计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南区郡南里活动中心21号正式完工启用，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到场剪彩，强调活动中心完成以后，还佫有周边的道路甲停车场要建设。为了庆祝南区新起的郡南里活动中心，喜球歌手兴赛团特别来热烈喜气，这乡亲嘛拢到场以入新厝的心情来祝贺，包括南区各里里长、在地议员嘛拢招到，场面相当热烈。市长黄伟綽嘛亲自主持剪彩仪式，为这栋3360万好不容易争取兴建的活动中心来启用。3、2、1，请剪彩！大家掌声鼓励喝彩！祝贺祝贺你活动中心也能够办成活动地点能够非常的兴盛。曾玉珠前曾玉珠吼，伊就甲我讲这个你只有咧做工啊，迄个坪数安那有够，会当起一个活动中心，通互迄个阮这里的里面通大家共同来遮联谊。那么伊问我当然我就甲伊讲好啊都伫遐争取
无咧啊，甲真内底动我里长，我就是伫我做差不多到今年30档，当然我嘛足希望讲，我这里有一个活动中心，互里面大家当共同来遮联谊，来联络遮的感情，你来需要要来做哪会，伊要经营哪会会当一个利便伫遮，安尼市长委托伫这些议员、甲民政局以及南区公所人员陪同，拍开活动中心大门，因为除了硬体完成，后续也搁要建立中辈时代长期照顾据点，以及儿童图书馆等软体设备。会长立委林俊宪甲陈天辉嘛承诺，会持续争取活动中心周边15米道路甲停车场的开辟，互更加完善。市长委托表示，因为物价一直起，所以兴建发包过程才一波三折。伊强调，只要地方有需求、有共识，未来也会兴建50间里活动中心。就说我们台南市还是有将近30个里没有一个活动中心，那很多原因，这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里面不要，有的是这个土地的取得有困难，有的是中间呢还有一些争议，种种。但是我们在任内一定要做超过50间的活动中心，新的活动中心。那说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做，也希望接下来民众都能够接受这个活动中心的一个意义如果大家觉得不需要，我们也不会强求但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个空间，不管是因为里跟社区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妈妈教室，包括共餐，包括这个亲子悠游，或者是包括这个长照，或者是包括日照，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地方来实施来办理。因此呢，活动中心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的认知是有其必要，但是还是尊重民众的选择。充满喜气的活动中心落成启用，军南里嘛拍400份路面要甲大家分享，希望日后里民多多利用这个空间，感受幸福感。台南新闻军职何超邦采访报道。咸水风炮将伫23号起跑，目前申请的就有273座。市府21号伫咸水武庙举办记者会，除了替活动做宣传以外，嘛呼吁游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今年元宵拄好拜六，加上前阵仔拢是疫情关系，所以今年一年一度咸水风炮的重要民俗，目前店家向上局申请炮声都有273座，预估到时规模甲去年比较起来将增加1倍。加上周休假日嘛将吸引大批人潮，对此市府21号伫武庙开记者会宣传，再次呼吁民众一定要准备好装备，安全第一。很多人来台南是要看盐水风炮的，但是盐水风炮当然也要注意安全。除了每年的这个新鲜刺激之外，但是也希望这个看热闹也要看门道，因为它代表了过去消灾祈福的一个传统习俗，它也代表了热闹文化的一部分，更代表盐水人这个热情的一部分所以在元宵节的时候，一定要来盐水风炮，这是一个台南市献给大家最好的献礼。欢迎台南4002024台湾盐水风炮，一定要来哦！等于每一档来咸水风炮寻求刺激民众，总是传出烧烫伤意外，甚至上加护病房急救的。所以市府强调，炮声一定要申请安检合格，同时现场要有消防灭火器材。如果无通过安检，私底下施放将依法处罚。台南新闻军职何超邦采访报道。生化区公所结合5间草莓园，24号将展开为期1个月的草莓季。区公所邀请大家到店来享受这场草莓盛典。有一句话咧讲，北有大湖，南有善化，真侪外地民众来到生化，时常会选择来到新道边仔草莓园，享受芒果趣味。毛袂少南部乡亲第一届挽草莓，就是献予生化区的草莓园。以前有来善化这边采过草莓吗？没有
没有，第一次来啊。那你觉得这边草莓的品质怎么样？品质很好啊，就是看起来都还蛮漂亮、蛮饱满的。对。那以前都是在北部采草莓吗？没有第一次采草莓。对。为宣传善化草莓产业，善化区公所今年草莓季活动定为美好月圆、合家庆团圆，结合在地5间草莓园业者。24号在善化美女场展开为期1个月优惠行销活动。1年1度的草莓季即将开始，那么我们活动的日期就定在这个礼拜六2月24号下午1点半到5点。那么地点就选在我们善化啤酒观光工厂。那么活动当天呢，因为我们希望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善化草莓来采果乐，所以我们在火车站、还有会场、还有草莓这边设有接驳车。那么当天的活动有邀请到我们悠悠家族的草莓姐姐来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的一起做亲子活动。另外现场也有提供农特产品的宣导，还有产品的展售哈。另外我们也有那个现场的灯笼彩绘 DIY， 还有当天就是因为是元宵节，也有那个现场传统的这个汤圆 DIY。那么另外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是在啤酒厂，因为啤酒厂当天也有配合的特价活动。24日草莓季开幕当天，伫现场除了有新鲜草莓会当采讲，还有特色刺激草莓花灯、趣味摇元宵，更邀请到悠悠家族草莓姐姐来到现场，甲大小朋友同乐。善化区公所欢迎市民大众伫这礼拜六做伙来到善化美女场食草莓庆元宵。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厦台港分校带领在地高中小学生，用1天的时间去了解先民开垦的过程，嘛采访长辈、调查族谱，最后阁画出家己家族的故事，举办一场家族手故事特展。学生摕起画笔，用图案画出家己家族的点点滴滴。学生透过采访查族谱的方式，将爸母的爱情故事、坎顶一代奋斗的经验，变成一把一把的家族手。我在写家庭树的前一天，问了家人很多问题，我才知影许多我唔知的资料。我会当知影以前我所唔知影的其他人的生活。在访谈的家族故事里面呢，也可以打听到自己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爸妈也透露了当年浪漫的交往故事。台南社区大厦台港分校民俗文化班研究台港先民2摆的移民文化路线，结合和顺国中、海淀国小、长安国小本土教育课程，共同举办台港家族手故事特展。台港建整200年，迄是国内地人小半盘伫即个土地来奋斗其实足多元的。所以咱要去表现这种多元性、甲参与性，就是讲，互咱在地即个三地人阿公甲爸爸妈妈甲即个囡仔，包括教育、文化合作，共同来共比啦来做即个咱台港100年家族史的即个公民数学的运动。展览当中有珍贵的将军湖、中州区、番仔寮羊、溪顶寮李家、总头寮西家、总头寮林家等在地家族的族谱，在地时代也提出组团离婚来分享。阮6帮头，阮这有6帮头嘛，6帮头所熟悉的就是讲，这帮头有生几个囝，这帮头有生几个囝。拢去查甫呢，无咧去查某的。为什么人家走去台北，走去对哦？咱开始走来台港哦，想那是因为什么代志还走来台港？从历史祖先的因的轨迹，因的走的路线吼，咱会了解咱的过程。在地时代，希望这一本一本的族谱会当将家的根流传落去，同时互后一代认捌祖先辛苦开垦的历史以及生命经验。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响应台南市吧安平林祭典第1摆产地元宵节，举办玩乐祈愿活动，邀请还未结婚的男女体验趣味的传统风俗，嘛会当找到好姻缘。这位议员以及市府的长官贵宾，双人一组，扛着叮当的水甕，
为庙埕行到运河边，要来取到百年运河水，象征是百年好合。互东港前来参拜单身男女，灌溉庙前的夫妻树，为因祈求好良缘。咱的运河吼，伫1922年开挖，挖4栋，等于是做到今年多应该接近100年啦。多伫个98年啊99年这个中间啊，所以咱今年推广这个活动吼，多互咱的迄个未婚男女吼来取咱这个阮取这个运河水啊，咱内面的原料是用咱的井水，吼井水兼水夹做伙，互咱的人缘会搁较水，啊，互咱大家以后吼日子搁较美好安尼。啊，重点是来拜月老的人吼，会当甲咱的水吼，这2项运河的水含咱庙内的水吼结合，啊来甲咱的迄个花圃吼。满仓嫁好翁，跳菜鼓娶好某。庙方嘛邀请到也未结婚的蔡宗和、周家伟、林依婷等3位议员，做伙来体验这项趣味习俗。满仓嫁好翁哦，来未婚女士都会当嫁给好翁，未婚的女婿拢嫁好翁吃袂康，你讲好不好？灵祭殿这类活动，会当讲是结合天时地利人下超级加强版。会当互好姻缘加速来到。奉祀伫咧灵祭殿的元老宫是安平地区唯一的元老形象，在地人称为有缘的元老，不仅是姻缘专业，人缘甲财缘也是伊保庇的强项。庙方希望透过这个活动，鼓励大家恋爱结婚生囝，嘛当解决少子化社会问题。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大饭店今年将经过自家节的说法。特别推出多文精选活动，民众若是有投稿做分享，还佫有机会会当得到大房甲参观的好礼。1964年，伫台南火车站头前所设立的台南大饭店，当时是南台湾第一间国际观光饭店，嘛是台北圆山饭店以后的第2间观光大饭店。当时的外墙由艺术家高山兰所打造的大型浮雕，到达游玩完整保留。连花台顶面所设计有饭店甲酒杯以上的 logo， 拢是回忆。为了找回过去饭店陪伴大家行过一甲子的重要时刻，嘛见证台南历史的一部分。除了饭店本身所收藏真有纪念价值老相片以外，嘛特别对外精选相片甲文章，欢迎民众踊跃响应。因为刚好今年是台南400年，然后也是刚好饭店是60周年，就是一甲子的时间，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图文甄选的活动，就募集一些我们饭店早期的老照片，跟一些旅客来饭店住宿用餐，它的跟饭店之间的温馨的小故事。我们想要募集这些素材之后，会在我们11月份周年庆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做曝光，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大饭店以前跟现在，还有之后，也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台南大饭店。那图文甄选的活动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都有相关的活动讯息。活动直到3月10号。饭店60档岁月的多文精选，将到3月10号杂志。为了感谢民众投稿，只要参加饭店就好礼相送。前3名也分别有大房甲自助参观的回馈。第9名单将伫3月22号公布。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知名63岁陈女士因为会定定无自觉流目屎，有一摆倒边目睭红肿痛痛，经过新台病医眼科部诊断，结果是急性泪囊炎并发局部蜂窝性组织炎。新台病医眼科部医师林博安表示，泪液大部分拢是由泪腺来分泌，功能是滋润目睭甲清洁，然后搁再经过鼻泪管的系统。引流到鼻道来排出，但如果鼻泪管系统太掉的无法度排出，容易造成急性或者是慢性的泪囊炎。伫个治疗上分传统甲微创，微创的内视镜鼻泪管气球扩张术，不但会用片面造成目睭周围的空隙，同时嘛保留周围的组织甲韧带的结构完整。近年来渐渐成为主流。后天性的鼻泪管阻塞的话，一般我们就会看。根据我们临床检查的结果，那看是整个的完全的阻塞，或是部分的阻塞。那如果说是部分的阻塞的话，其实一样我们可以使用
鼻泪管的气球扩张手术合并细支管的植入，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有60%到70%的一个成功率，但是相较于如果比较严重的 case， 那是整个完全的鼻泪管阻塞的话，其实这类型的我们做微创的鼻泪管扩张手术，那相对它的成功率也就来得比较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做所谓的 DCR， 就是所谓的泪囊跟鼻道中间的一个造口手术。那这样的一个造口手术的话，就是从鼻子，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内视镜的方法，从鼻道中间将骨头打开，那得到一个新的通路。那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功率。那大约这样的成功率可以到达85%到90%以上的一个成功率。医师表示，鼻泪管脱掉的有分先天性甲后天性，先天性大部分拢发生伫个新生儿。不过，大约有9成伫个1岁以前就会自行来缓解。不过，后天的鼻泪管阻塞，尤其是年长者，因为老年性的退化外伤等，如果长者每天目屎流袂离，就要赶紧来就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